今日同大家分享 Grand Yoho 1186尺4房單位嘅設計，全屋訂造家私連裝修都係由 Pricewise 實惠創造家一手包辦。設計師除咗為戶主及女兒打造個人化房間之外，亦因應需要設計咗書房兼衣帽間及客房，功能性同美觀都兼備。全屋統一運用白色及淺木系色調，營造出柔和明亮嘅氛圍，讓每個空間都散發出溫暖舒適嘅感覺。玄關位置採用特色牆設計，利用直條元素，令空間更具質感同層次感。同時設有卡位換鞋凳，提供舒適嘅換鞋區域。底部係懸浮式設計，預留咗空間擺放居家拖鞋或者成日着嘅出街鞋。設計師亦善用上方嘅垂直空間做成儲物櫃，務求將收納空間最大化。全屋嘅展示櫃都設有 LED 燈，使用輕觸式燈掣設計，長按可以調校光暗，展示戶主嘅收藏品，同時增加整個空間嘅氛圍感。圓角家私設計提高家居安全性，客廳環境明亮寬敞。設計師喺淺木色嘅基礎上加入岩板特色材料，打造電視特色牆以及飯廳餐具櫃，以獨特嘅雲石紋理為客廳增添輕奢感。嚟到主人房，設計師特別為戶主夫婦打造咗3個貼心嘅空間規劃，包括呢個開蓋式梳妝連書台、衣櫃入邊嘅隱藏式全身鏡，同埋電動油壓床。相對於傳統油壓床，全自動嘅設計方便慳力，而且開合角度大，可以輕鬆放置大型物件。由於戶主女兒房間相對較細，所以設計師就將衣櫃、梳妝台同儲物櫃融合為一個半身櫃，提供置物平台之餘，亦令空間睇落更寬敞，減少視覺上造成壓迫感。同時喺床下及床頭預留大量收納空間，用嚟放置個櫃衣物及床上用品。橫梁下方加設咗收納櫃，從視覺上達到拉平效果，避開橫梁壓床嘅風水問題。而呢度係一個書房兼衣帽間嘅2合1設計，工作台緊貼窗戶，充分利用自然光線，提供明亮嘅工作環境。衣櫃採用垂直設計，將收納空間延伸至天花板。內通嘅結構增加衣服嘅吊掛空間。另外，因為考慮到呢間房有冷氣工作窗，所以靠窗嘅衣櫃特別做咗可以移動嘅設計。由於戶主經常招呼親戚朋友到屋企，所以都安排咗一間客房俾客人休息過夜。房間同樣設有全高衣櫃，有效利用空間。